馬青亨與鐘瑞琛婚外情公開，春茗合體毫不避忌。香港大生銀行董事局主席馬青亨同佢嘅情婦鐘瑞琛一段長達10年嘅婚外情，喺2024年底爆咗出來之後，兩人嘅關係非但冇收斂，反而越來越公開透明。繼之前鐘瑞琛帶住仔女為馬青亨慶祝67歲生日之後，而家兩人已經發展到喺公開場合大方合體。鐘瑞琛喺馬青亨嘅支持下開咗間自己嘅公司，規模唔大，員工都係10零人，但鐘瑞琛依然要大港排場擺春茗酒會，仲請咗金牌司儀林盛斌主持。期間馬青亨仲驚喜現身，兩人首次喺公開場合同康。鐘瑞琛擺公司春茗，著咗條工裙，搶晒全場風頭。雖然員工淨係10零人，零零散散坐咗5、6台，但依然重金請林盛斌做司儀。佢話就係想令現場氣氛活躍熱鬧啲。林盛斌喺台上發揮金牌司儀嘅功力，搞到現場熱熱鬧鬧，但都不及馬青亨驚喜現身咁有焦點。馬青亨出現喺春茗活動期間，仲上台同林盛斌互動，完全唔避忌同鐘瑞琛嘅關係。呢一幕一出，基本上就正式將兩人嘅關係擺明車馬，完全唔介意自己董事局主席嘅身份，同埋仲未同原配離婚嘅事實。鐘瑞琛得咗馬青亨親自到場撐場，信心大增，仲以公司領導人嘅身份上台感性發言。佢喺台上講咗一輪肺腑之言，仲當堂喊咗出嚟，話好多人都覺得做少奶奶好開心，但要真正得到尊重就好難。佢話自己承受咗好多壓力，好多人都覺得佢係搞破人哋家庭嘅第三者，不過好多事都係外界唔知嘅，淨係得自己一個默默承受。之後佢又公開自己開公司嘅原因，就係想有自己嘅事業，有自己嘅夢想。講下講下又喊咗起身。後來鐘瑞琛喺社交平台寫低感言，話自己控制唔到大部分人對自己貼標籤，但時間會理清所有誤會，仲話自己唔完美，但敢於承認先可以活出自己想要嘅人生。鐘瑞琛呢番肺腑之言睇落好似有好多隱情，包括成為馬青亨情婦呢件事。事實上，自從婚外情被曝光之後，佢一啲都冇收斂，反而仲顯得理直氣壯，呢樣離唔開馬青亨喺背後撐佢。但點解做情婦都可以做得咁高調，真係令人百思不得其解。而家佢又話自己承受好多，仲話所有誤會都會被時間釐清，睇落仲有好多唔可以講嘅隱情未公開，真係越來越令人睇唔明。鐘瑞琛越來越高調，呢個都係不爭嘅事實。自從同馬青亨嘅婚外情被爆之後，佢冇因為輿論壓力而匿埋，反而借住呢波聲勢，繼續為自己做勢。從最初公開同馬青亨嘅遮面相，到後來公開正面合照，而家甚至咁讓馬青亨出鏡，兩人仲旁若無人咁喺公開場合露面，呢一路嘅發展越來越公開透明。但唔好以為鐘瑞琛想擠走馬青亨嘅原配，自己取代佢，其實鐘瑞琛根本唔想結婚。佢更中意維持同馬青亨呢種關係。當然，結婚與否都冇太大分別。馬青亨同佢喺埋一齊10年，仲生咗4個仔女。除咗冇名義上嘅夫妻關係，兩人喺生活上同夫妻冇咩分別。馬青亨同鐘瑞琛嘅關係已經擺明車馬，但佢一啲都唔避忌，尤其係仲同妻子保持住合法夫妻關係嘅情況下，而佢妻子卻冇任何反應，至少到而家為止。兩人關係被曝光之後，馬青亨嘅妻子從來冇就呢件事講過任何說話，係已經習以為常，定係彼此多年前就有過什麼協定？呢樣就不得而知了。不過兩人分居多年已經係既定事實，但既然已經分居，點解又唔離婚？呢樣都一樣令人百思不得其解。香港大生銀行董事局主席馬青亨情婦鐘瑞琛開嘅公司春茗活動現場嘅相被爆出嚟。馬青亨竟然高調現身，呢都係兩人關係暴露之後首次處於同一個公開場合，相當於明目張膽將彼此嘅關係進一步擺明。鐘瑞琛開嘅呢間公司屬於細型公司，淨係10零人，得幾枱人嘅規模，但就學大公司擺春茗，甚至請到金牌司儀林盛斌主持。不過最大嘅看點始終係馬青亨嘅到來，真係令一班吃瓜群眾嚇咗一跳，相當意外。至於開公司嘅初衷，鐘瑞琛話希望可以實現自我價值，搞出一番事業。
期間，馬青亨冇老老實實坐喺台下，反而走上台同主持高調互動，成個男主人嘅樣子，面對現場來賓。考慮到佢而家仲未同原配離婚，咁率性而為，很難唔被人認為係挑戰公序良俗。而且佢呢次嘅表現，明顯比起之前慶祝67歲生日同鐘瑞琛同康互動嘅時候更加招搖。而家網絡資訊傳播咁發達，馬青亨嘅原配妻子孔令奇到而家都一聲不吭，真係令人誤解。孔令奇娘家連續3代都做銀行生意，反觀鐘瑞琛出身好普通，喺成為馬青亨情婦之前，曾經有過一段婚姻，前夫係個富二代，兩人婚後生咗一個仔。可以話呢個富二代前夫就係佢向上爬嘅跳板，冇前夫幫佢搭起嘅各種人物，佢未必有機會至到馬青亨。始終唔係什麼體面嘅結合，兩人一開始交往嘅時候一直處於地下狀態，直到2025年被港媒曝光戀情，佢哋已經喺埋一齊生活差唔多10年，而且仲生咗4個仔女。呢幾個仔女就係鐘瑞琛即使冇名分都敢公開大晒恩愛嘅底氣。至於揀馬青亨嘅初衷，鐘瑞琛從來唔遮遮掩掩，甚至喺節目入面承認做第三者就係為咗物質。而且對於自己係馬青亨嘅第幾任，鐘瑞琛根本唔在乎，仲話只要有錢同男人就得。鐘瑞琛仲表示將來都冇諗過同馬青亨結婚，大部分精力都會擺喺做網工、開公司上面。不過今次春茗活動入面，鐘瑞琛因為一時激動又喊咗，仲講出咗心入面嘅隱衷。佢話做少奶奶雖然開心，但好難得到真正嘅尊重，始終喺別人眼中佢係第三者，但事實上好多真相大家都唔知，自己真係默默承受咗好多。不過喺大部分人眼中，講到天花亂墜，做第三者都係令人不齒，始終係唔佔理嘅一方。鬆戀情被爆時嘅遮遮掩掩，到而家大晒恩愛，成個明媒正娶嘅樣子，鐘瑞琛嘅表現睇落好似越來越明目張膽咁逼宮，但根據佢嘅說法，卻鬆冇考慮過用一張結婚證來穩固兩人嘅感情。講真，以兩人而家嘅生活狀態，已經係馬青亨那位有名分嘅原配望塵莫及嘅了。而且鐘瑞琛仲有4個仔女做定海神針，無論馬青亨將來嘅感情生活有幾多波瀾，佢嘅地位都注定紮穩唔搖。你覺得呢？佢仲回顧咗呢段感情嘅點點滴滴，可能真係情到深處。鐘瑞琛仲主動提到外界質疑佢搞破人哋家庭，做第三者嘅事。對呢件事，鐘瑞琛講起嚟都幾委屈，但佢依然相信，雖然得到別人嘅尊重好難，但時間會釐清所有誤會。講真，自從上次鐘瑞琛大擺排場為馬青亨辦67歲壽宴，而原配那邊始終靜悄悄，冇任何動靜之後，而家嘅鐘瑞琛可謂徹底放飛自我，連裝都懶得裝。佢嘅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明顯透住一股女主人嘅派頭，好似喺向外界宣告緊什麼咁。但話說回來，鐘瑞琛之所以可以有咁大嘅轉變，背後肯定少不了馬青亨嘅暗中默許。始終呢兩人之前低調咗整整10年，一直小心翼翼維持住地下情嘅狀態。如果唔係馬青亨喺背後推波助瀾，佢哋點會喺呢段時間突然毫無顧忌咁將關係公之於眾呢？